母亲。侬发气，伊一个人回去嘞，侬又要写信叫伊回来，伊回来了，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烈啦，不正道。丞相，丞相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快点小家手过夜来着啊！哦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与姑爷上楼来了。步步归人，请上。来这，好媳妇啊，来。媳妇拜见伯伯。好媳妇啊，起来起来！好媳妇啊，今朝回去辛苦动作，夜里嘛早点歇息，阿婆还要下楼去噻。媳妇送伯伯。不要送，不要送哦！侬啊，帮我去收到。让我关死个门。那丞相的小后头嘎七嘎八，嘎了里向做啥？丞相，丞相嘘！丞相啊，侬在里向做啥？我要服侍小姐呀。我丞相啊，搿上趟过夜上楼，侬还辣里面啊？哦，哎呦，丞相那个小姐们有过夜里都服侍的呀，侬们喏，小往间里困觉去。老夫人，哎呀，困觉去，我是小姐，老夫人，哎呀，那我到伊拉两小夫妻为啥不和睦？原来个毛病都出了丞相的身上啦！乃么让我关这个门？落自家个手。阿玲啊，阿玲，做爷娘是辛辛苦苦把侬讨子一房，媳妇。搿中忙那两小夫妻们是恩恩爱爱，家和睦睦。可只一年嘛，上了那个日子，老太婆也是抱起个孙子，我是昂一昂嘛昂到上家头，搿孙老太太看见在。哎呦，吴老夫人，吴老太太，侬心里抱个是啥人啊？哦，哥哥，搿么喏，阿玲个儿子，老太婆个孙子啦。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那个孙子啦，是皮皮圆圆。别中上元，老太婆是多少开心啦！那侬个活畜生，跟侬儿子不养么？侬也把我养一个东呀！
那么老太婆还是家的一房，我在对呀对呀对呀对，一对么对到我家头，跟人家有款钱在。哎呀，王老夫人、王老太太，哎，侬手里抱的是什么人啊？哦，哥哥，搿么喏，我阿玲个囡，老太婆个囡孙啊！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那个囡孙啦，生得真好看，个小小个嘴巴，高高个鼻梁，眉毛弯弯，为得孝敬爷娘，搿叫掀开花hand结子，侬来年一定抱孙子。搿老太婆是想想开心，寸寸开心，只有想要开心啦。老太婆是想抱孙子，想婚团聚。伊拉两小夫妻还没学么？啥地方来个孙子抱？辰光不早，还是困觉。哎呦！啊！母亲她其中是有不明啊悲，定要让我上流泪。今日她为中娘家去，她儿孙是有一在心事情归。我以为她停在娘家自己说，谁可以一封休书将她带？谁知她论教去又论教回，到时我流来流来太难太。先生啊，先生！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，与我面目到
穷，可怜我与满腹的委屈相随送。枉费了婆婆一片心空。
关于什么夫妻的情？冤家虽是不离，那步步对我总是不从。虽因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离追悼，并不过错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的竟将我当作随人。想今生乃是我满有自己，你敢为丈娘家母女断水？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犯下了什么心机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这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心路边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身边这冤家他多一笑。
教导，他知道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布，敬重丧父。想起一天气温冷，我想被他给他旁人知晓，你要骂我是阴离你不罪，我要管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郎才女貌几乱叫，是牛铃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是牛铃他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小胆子往东往化作，早日也大。谁知道我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人心里伤，我是陈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吃我是受不了。天哪，我是我的娘错配婚，我是事业命不好。
李秀英醒来，醒来，李秀英醒来。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是你听给的，是为请我给的。好，给得好，上来有话。官人，你好狠的心肠眼，你将女人衣裳给我身，想害我一世功名不成全。我当是先生气难消。谁知他不仅好一翻动怒，他也是骂来。